Hello，各位晚安。今日咧就係已經咧越嚟越今日係8月22號嚇，已經越嚟越接近咧係開季，咁亦都喺20號尋日咧已經有做咗呢個4個嘅泥集啦。咁我都會喺呢4個泥集咧都睇一睇之後，睇下會揾一啲好馬喺我另一集暫時咧係季前嘅一啲嘅熱身嘅片段咧，同大家都會分享下。今日咧未入去今日我哋主題之前咧，主要咧我哋個主題就係想講咧，究竟而家喺馬會，自從一路由韋達年代一路賴以去可以維持住成個香港賽馬生態，係所有利益團體個個都可以得到着數甜頭嘅公司制度下邊，究竟我哋應該作為一個馬迷，我哋長期喺幾十年代即係幾十年睇馬，喺不同嘅年代去接受新嘅事物下邊，究竟我哋會遇到乜嘢嘅，即係喺博馬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啊？今日就會講呢啲，但未入正題之前咧，咁大家記得留言、點讚、分享，同埋咧就係訂閱我哋呢個馬上致富頻道。咁仲有咧就係我哋今季咧，大家都頭先見到咧，我哋特別嘅會員嗰度咧，我哋有一個非常之吸引大家嘅一個所謂叫做體驗嘅付費計劃。咁你即管可以試下，只係1個月嘅啫嚇。咁由而家開始一路到開季之前，即係9月6號之前，我哋就有呢一個咁優惠嘅體驗價。咁當中你可以睇到究竟作為一個我哋都係新時代特色賽馬嘅一個推廣者運動嘅推廣者咧，我哋點樣隨住馬會嘅政策嘅唔同，我哋點樣去應對？而喺個內容入邊，我哋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咧？係可以享受到真正嘅賽馬娛樂，特別係我哋呢個已經係即係玩咗賽馬幾十年嘅。咁當然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會有啲擔心咧。其實全世界不管你去到英國，你去到日本馬來西亞，都係一啲老馬迷咧，係而家咧係支撐住整體成個賽馬運動嘅嚇。日本都係咁樣噶，你見到日本開賽之前好多喺度等緊入場嘅，都係啲比較上咗年紀嘅馬迷嚇。咁所以咧，我哋要不斷與時並進咧，先可以咧係可以百戰百勝嘅。咁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個咧就係新時代特色賽馬。咁如果喺新時代特色賽馬入邊咧，其實講嚟講去咧都係三篤皮，因為由韋達嗰陣時嘅年代開始，佢有成隊 team 咁樣去幫佢喺後邊咧。係籠絡住啲馬主或者不斷同佢睇片不斷咧睇住啲新馬翻嚟，邊啲係即係比較上血統好佢基本上咧做好晒成個 plan 咧，係有成個團隊咁，係暗馬底當然唔可以高調，因為香港係冇經理人制度嘅。咁咧佢係真喺嗰時，據我知咧，佢真係有專人去同呢啲馬主聯絡，跟住俾埋佢哋嗰個見解，韋達點樣？如果你有收過韋達馬房佢俾馬主嘅嗰啲神操片段，你會睇到一模一樣嘅啫。韋達以前都係咁做，佢做到好多功夫嘅。咁而所以點解韋達可以咧連續13屆做香港冠軍騎師？當然佢要付出好多啦，每朝起身神操啦，即係凍熱落雨行雷閃電，朝都係咁3、4點鐘起身啦 ，keep 住個身形啦。呢10幾年你都唔可以食得飽。唔可以即係特別即係放肆啦，要好有紀律性啦。咁當然我哋而家呢個9屆都係一樣咁嗰個9當然就唔係嗰個1、2、3、4、7、8、9個9啦當然有付出，但係你會見到個回報係好驚人嘅。咁而由於因為而家嗰個新時代特色賽馬咧，係只係局限喺嗰22、3個騎師。如果我大家攞啲騎師嗰啲數字唔會講大話俾大家睇咧，其實呢班人咧。係一定唔會同你搏老命。你睇好似潘頓舊年贏140場馬，布文64，艾少麗63，田泰安52。你將所有下邊呢班人嘅加埋上去，先做到潘頓一個人一季嘅冠軍，幾個人加埋頭10名。
咁而佢就咁攞布文同艾斯嚟講，佢多過你足80場馬，而佢個獎金有2億4800幾萬，將佢嘅獎金2億4800幾萬，我哋簡單啲好嘛，當10%，即使咧佢有差唔多接近2500萬嘅收入，2500萬嘅收入除10個馬季10個月啦，即係等於每個月有250萬，呢個係好驚人嘅收入嚟。你再攞最差嘅香港本地騎師毛顯東啊，贏6場馬，佢只係成季跑咗169場啫，贏6場馬，跟住咧就5個第二，佢都有1200萬獎金，1200萬即係等於咧係我當佢啦100萬好未？咁即係其實毛顯東，你覺得佢霉氹氹冇馬考冇馬騎，都有接近10萬蚊一個月嘅獎金，10萬蚊係唔錯嘅收入嚟噶啦，係嘛？即係咁你會對比到，所以點解呢班人喺馬會度，你一定要聽所有嘅策騎指示，所有馬會嘅政策，你基本上係完全係貼貼服服嘅，因為呢個係公司制度。好啦，一間公司當然有經理、有主任、有銷售嘅 sales 所謂嘅 sales manager 係嘛，亦都有 sales executive。咁你等於好似個個有個角色嘅。咁而家好明顯，潘頓就係可能係一個 top sales 啦。咁啦，佢喺公司嗰個職責就係等於咧，所有好嘅盤即係等於話你當買屋你當一個樓宇銷售，哇！大家會知道，咦喂呢啲係西餅客喎，呢啲咧係投資客喎，呢啲係炒樓客，喂呢紮全部撥晒俾潘頓，佢差唔多基本上呢啲哇，一有樓盤出呢啲西餅客，喂同我要12個，呢個半打，咁跟住咧嗰啲鋪又要同我幾個，咁呢啲客可能歸咗類去晒潘頓度嘅，係嘛？咁所以點解佢個頭馬會咁高，而佢個獎金先至係恐怖啊嘛？佢獎金有200幾萬一個月，如果你憑下潘頓係真即係講老實，即係如果我哋咁多年睇馬佢嘅功夫，即係老實講係3腳馬功夫嘅啫，靠條邊揈下揈下。如果呢啲騎師你好簡單，佢將呢啲即係連續打幾十鞭嘅功夫攞入外國，人哋有限邊嘅，你就會見到，就算而家翻澳洲都係一般嘅。咁所以咧呢度係好有水分。點解可以將所有嘅銷售嘅成績壓住咗落一個 sales 度嘅身上面咧？喺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呢都係牽涉好多即係貪污受賄嘅行為喺度嘅。佢後邊佢係咪代晒咧？喂，仲有呢度仲有台面250萬一個月啫喎，台底咧仲有輸馬咧，好多嘢噶。嗱，呢個世界係咁嘅，你唔可以話我唔講就唔係，成個世界都係充斥住呢啲即係有賭嘅地方就有藏污納垢。咁所以咧，你睇成個就咁香港馬會22個騎師形勢，你一路望落去，你就會見到個個真係敲跛隻腳，其實掹腳，即係而下起一季咁啊搵幾百萬，所以呢個係唔會有人去同你搏老命，所以你會見到喺陣上面咧，佢有即係冇位，佢就一路企足全程，有位又未必一定上，稍微危險啲，佢二壘拉停佢。嗱，呢個就新時代特色賽馬，就係因為人太少，獎金太高，收入太豐厚，任何有危險性嘅工作，而你俾到個獎金咁高咧，當然其實就係個獎金係包括埋你要 absorb 咗同埋 accept， 即係接受呢個係有生命危險嘅一個運動。賽車點解個個俾到幾億人工俾佢？因為真係幾百公里一下可以搞掂嘅，係嘛？咁最近亦都有一個騎師好似喺南美洲都幾奇怪嘅，咁墮咗馬啦，咁隻死訊就出咗嚟。咁但係咧好得意喎，喺下邊嗰個社交平台度咧，好多我諗有接近20幾到30% 人咧，係竟然冇人問究竟個騎師係點樣啦，個家屬係點樣啦，但係淨係問希望隻馬冇事啦，希望隻馬咧就唔會有受到人道毀滅啦，希望隻馬咧健康啦。好得意，呢啲有20-30%，所以呢個世界變嘅，我哋要喺多啲唔同嘅思維入邊咧，去改變一下。咁我而家所以咧呢幾集，我將呢啲咁嘅新時代特色賽馬同大家分析完之後咧，
今季我哋會集中用數據加上我自己嘅分析，喺我呢個賽馬上致富節目入邊咧，每一集我哋都會用數據講說話，用數據揾冷馬。每一集我哋都會用一個數據去當日嘅某個場次，我哋揾到呢個數據個問題，我哋信呢個數據定唔信呢個數據？我哋集咗幾季入邊咧，係經歷咗好多嘅經驗，總結咗經驗之後咧，我哋今季推出一個嘅新項目。所以如果你多啲留意我哋，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咧，你就唔會錯噶啦。嗱好啦，咁你亦都見到咧，喺呢幾廿個騎師入邊咧，當然佢哋都當然有分門分派，因為公司啊嘛，公司騎師制度啊嘛。咁喺馬主亦都一樣，喺公司騎師制度、公司制唔係主帥制嘅下邊咧，其實馬主而家特別呢班新時代，可能00後、可能90後嘅馬主咧，佢哋唔知道喺80、90年代、七八90年代之前，究竟馬會嘅會員同埋佢馬主究竟係點樣去同騎師互動嘅咧？佢哋而家照，喂，係啊，公司騎師最好係潘頓啦，咁啊俾阿潘頓啦，咁你可能直情有人或者喺後邊安排緊係啊，呢隻馬你要俾阿潘頓啦咁樣，因為係公司騎師制度啊嘛。我講嘅呢啲全部唔係荒謬嘅，我當然有人同我講過啦，係嘛？咁例如話啲練馬師點會個個都話門戶打開俾佢入去，好似任揀咪，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啦。喂，呢打西餅客嚟嘅，喂，有呢個靚盤你揾佢先啦。全部揾阿潘頓招呼啦。呢啲咧就總之佢贏大賽客嚟嘅，啲馬靚馬佢全部俾阿潘頓試咗先啦，全部翻嚟試習俾佢過刀。佢覺得 OK， 佢 keep 就 keep， 唔 keep 就嗌少禮，唔 keep 就報名啦。你而家睇到個形勢喺新時代特色賽馬就係咁啦。嗰啲馬主就係咁樣，佢覺得因為公司制度係潘頓排第一，報名第二，上嚟第三，咁有啲中意華籍嘅俾華將，就係咁噶啦，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我跟咗呢個練馬師嘅主帥係邊個，我冇嘢可以好講嘅，即係等於如果我哋用翻個百分比睇翻舊年主帥制嘅成功，你見到莫雷拉舊年佢翻嚟係只係6個月。佢騎咗193場馬，佢都攞咗4000萬獎金。咁咧，而佢冠軍嘅百分比係17%。潘頓舊年騎成700場馬，都係得21%啫。咁而咧，佢嗰個總場次到193場之中攞17%。如果一個主帥入邊只係佢騎佢自己馬房嗰60幾隻馬咧，呢個係驚人數字嚟嘅。如果你信數據，你睇翻。主帥制係一定係成功，主帥制亦都係話到俾大家聽，冠軍練馬師係唔需要跟公司騎師制度都可以攞到。究竟方嘉柏60幾場馬入邊，冠軍騎師係一場都冇幫佢贏過，而反而係莫雷拉翻嚟嘅時候贏好多。好啦，你再睇布朗，舊年佢嚟過客串過幾次。總共跑咗115場馬，佢個頭馬冠軍嗰個比率亦都好高，16%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睇翻，如果今季麥布朗都係咁樣，每次過嚟客串同埋跑大賽咧，其實佢啲馬你可以信賴嘅，有16% 係有機會贏頭馬嘅吓。當然我哋要睇下邊啲馬啦，同埋佢嚟得當然一定係揀啲好馬先跑。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公司騎師制度入邊新時代特色賽馬咧，我哋特別要注意嘅。至於分黨分派，大家其實喺呢幾季你睇到嘅，潘頓就會楞住幾個華將，佢哋個華將以前我覺得而家何澤堯已經有啲咁多唔係啦。我自己睇嘅觀察入邊咧，楊明倫啦、潘明輝啦、呢個蔡明紹咧，就肯定係潘頓嘅下線騎師，因為你會見咧。佢哋都會接咗好多潘頓下線馬房入邊咧，潘頓唔得閒跑就佢哋去，潘頓有時唔得閒試習佢哋去，佢哋試好嘅馬潘頓跑，佢哋跑近嘅馬亦都係會又係俾阿潘頓去接手嘅咁至於咧，你奧文就比較上咧係有啲咁多咧係獨行俠啲，
佢會按你嘅，因為你嘅要去做嘢去做，因為點解？布文舊年都1億4千幾萬獎金，佢一世喺澳洲揾唔到，係講緊收緊1400萬一年嘅獎金，佢已經喺度幾年啦。咁你諗下佢做咗幾年，我諗佢唔做啦。以我以往好多澳洲籍嘅同事啊，澳洲人係比較上 lay back 嘅，佢哋都係好識享受人生，佢哋會俾個目標自己，好快脆揾一筆錢，係盡快退休嘅。跟住咧，佢哋就會佢中意玩牧場，中意玩船就玩船，唔再做啦。啤酒音樂或者諸如此類，就唔好似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啲澳洲，哇做到好似驚，好似蔡若翰啊呢啲咁，哇大佬背都寒埋，好心啦係嘛？即係你主動退落嚟享受下人生，冇人講得到聽日會發生咩事嘅。咁所以咧嗱，睇完幾樣嘅數字咧，大家睇到新時代特色賽馬。你哋會見到，唔係嗰個騎師特別叻，只不過因為個制度係咁樣編配落去咧，大家分門分派咧，分馬主啦，分馬種啦，分類型啦，將佢分好晒，咁所以咧，佢只係一個分配咗最好資源嘅一個騎師就會攞到冠軍，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咧，我哋有時咧喺度馬嘅時候咧，就我哋要將呢一個咁樣嘅偏見咧，要慢慢將佢消除咗。咁咧，我哋只係當嘅一個公司制度去研究馬，而喺公司制度入邊咧，我哋睇埋佢哋嘅上線下線，睇埋有啲騎師同馬房馬主之間係咪真係有一個管理關係咧？嗰啲馬我哋更加值得信賴。你多啲玩呢一類馬，就好過買嗰啲咩強配啊、乜嘅馬，因為嗰啲佢可以強配，但係強配坐咗上去之後咧，去唔去係另一樣嘢嚟。好多時我哋會中呢一樣嘅，即係嗰個投注盲點啊！呢個就係我呢幾年，因為由於我開咗呢個工作室咧，我慢慢歸納落嚟咧，我都每季咧去調節，每季咧都去學習。係得到一啲結論，我希望同大家分享。咁解你覺得啱聽嘅，下邊可以留言，大家互相去研究下，我哋點樣去應對新時代式賽馬，好嘛？出年咧更加緊要嘅，我希望大家咧一定要咧有種節制能力。出年海外轉播嘅賽馬係比本地賽馬更加要多，係講緊90幾日，本地都係88，咁所以咧。大家都係淨係支持本地賽馬就 OK 噶啦，好嘛？咁我哋有機會咧，我哋會打開我哋雙手，歡迎你加入我哋嘅呢個會員，加入我呢個大家庭，一齊玩新時代特色賽馬。當然係有節制同埋有娛樂嘅情況下面玩，好嘛？好啦，歡迎你加入。咁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